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5月24，诗篇18篇28节安尼讲：因为你要点导我的灯，耶和华我的上帝要照光我的暗。三甲来祈祷，要照光阮的暗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日头，是灯牌，你是赏赐恩惠、甲阳光的上帝。因为你是光，点伫你的，要看见大光，也无搁伫黑暗。主啊，伫你圣洁公义的光照下，我要用公义做盔甲来穿，用拯救做头盔来戴，也伫所行顶面来追求圣洁，互阮通成做你的欢喜，也通伫生活中来荣光你的名。主啊，伫阮头前的路，虽然有时坎坷，有时艰难，阮的内心有时充满惊吓，也有时灰心黑暗。主啊，求你坚固阮，因为你要点导阮的灯，你要照光阮的暗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